好，来带大家关心到台风的最新动态了。来看到康瑞台风啊，就在稍早的下午1点40分，已经从台东县的成功这里来做登陆了。那么从卫星云图上面来看到，现在这个台风眼已经不是很明显了。不过呢，它依然是一个强烈台风，而且暴风圈正笼罩着我们台湾。要到晚上啊，它过山之后受到地形的破坏，那么这个影响就会更明显，强度呢也会开始跟着减弱了。接下来从警报单上来看到，康瑞台风它目前还是一个强度台风，那目前位置是来到了台东市的北东方，它走的速度啊一样是蛮快的，时速17转24公里，再继续朝着北转北东的方向来前进，就是说呢，它有一点点偏北的方向在走了。而中心风速每秒是51公尺哦，这还是相当于16级风的强度，还是蛮强的。那么7级风暴风半径呢，也一样是维持在320公里，因此呢，气象署发布的海警跟陆警范围都一样，还是囊括了整个台湾，包括离岛还有附近的海域。那么从雷达回波图可以来看到的，这康瑞台风的台风眼啊，周围非常的肥厚的这个雨带，特别是红色跟橘色的这个区域啊，带来的是非常惊人的雨势。那么就在它登陆的时候，特别是在台东啊，还有这花莲的交界处，包括的是花莲县丰滨乡，还有台东县的长滨乡，这里都有14级阵风的出现。所以说这个北部啊、东半部还有这个恒春半岛这边的雨势、风雨都还是要特别留意。那么在晚上6点左右，康瑞台风就会移动到我们台湾的西半部地区，之后呢，就会因为转吹西风、西南风，北部跟东部地区雨势就会稍微趋缓下来，但是啊，这雨就会开始集中在中南部地区了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呢，康瑞台风的风雨啊，真的都还是很强的。那么今天一整天可以说它带来的风，在某些地方恐怕是比雨的感受还要强烈。那我们现在就来看到今天凌晨0点开始，一直到下午3点左右的累积雨量。好，宜兰县大同乡突破了700毫米哦，那花莲县的秀林乡逼近了580毫米，还有就是台中市的和平区，这里也有570多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。所以这雨量的部分一样是蛮可观的，只是说风的强度啊，真的是在部分的地区都吹到爆表了，主要都是在台风中心附近啊，在台东的绿岛，还有这个花莲的合欢山，还有丰滨乡，都出现了17级以上的强阵风。那目前这康瑞台风的位置啊，还是离台东非常的近。那现在目前呢，正往的西北方向来移动，预估今天晚上就会从中部这边来出海。那么明天早上8点，它会来到马祖这附近，接着往北东的方向来走，逐渐的远离我们台湾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明天上半天，这台湾就有机会脱离暴风圈。不过呢，马祖这里要脱离暴风圈啊，就要等到明天的下半天了。要准确的时间点，也都还要再看台风受到地形破坏之后的强弱来做判断。不过在康瑞台风这个还笼罩着我们的同时呢，目前全台湾都还是在发布陆上强风特报的范围当中。我们来看到强风特报的范围，台东、花莲和澎湖都会有14级以上的强阵风出现。还有另外就是新北到高雄，还有宜兰啊、屏东空旷地方、恒春半岛跟马祖也都会有11级以上的强阵风，其他地区则是要留意9到10级的强阵风了。那么接下来的降雨趋势来看到，今天下午基本上宜兰啊、花莲这些地区，他们都还是属于迎风面的。那么一直到了晚上呢，一直到明天的清晨，这中南部的天气呢就会有蛮大的转变了。就是随着这个台风中心啊到了西半部陆地之后呢，中南部山区会先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。那么明天台风远离台湾的陆地之后，中南部这边就会变成了迎风面，那么西半部的平地这里也会开始降雨明显起来。那么在浪高的部分呢，台风中心附近的浪高会随着它登陆慢慢的降低，不过降低的速度啊是很慢的，包括像是宜兰还有花莲这里呢，还有北台湾、北台东跟基隆北海岸，今天晚上都还是会有7到9米的一个浪高。那台湾各附近的海面也都会有4到5米的浪高，所以这2天还是要提醒您千万避免前往海边了。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你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